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吳學儒老師。我係 Five 班黃永軒，我係 Five 多班梁瑞軒。今日我哋好高興可以代表 BAFS 呢一科作一個簡短嘅分享。咦，兩位軒同學啊，你哋已經讀咗 BAFS 超過1年有多啦，相信你哋應該有好深刻嘅感受啦。我相信你都好同意以下幾句説話嘅。當你做題目嘅時候咧，你會充滿疑惑啦，做數做到懷疑自己。而我哋 BAFS 會計科呢度咧都好講求就話計一條數咧，可唔可以 balance 到條數啦？但係好多時永遠都係巴唔到數嘅。咁究竟巴到巴唔到係唔係靠彩數嘅呢？同埋就係明明中三選科講咗嘅時候講到話呢一科呢係計數為主噶嘛，點解最尾個真理會變成係越讀理解，越讀越不解嘅呢？吳 Sir， 你咁樣講勾起咗我讀 BAFS 嘅辛酸史。喺我讀 BAFS 嘅過程之中，我都遇到唔少嘅困難，例如課與課之間嘅內容都係環環相扣。你之前所學嘅內容會喺往後嘅題目再出現翻出嚟，喺考試嗰陣再炒埋一碟攞嚟考你，呢一種困難真係難以形容啊！另外 BAFS 嘅題目非常複雜，內有乾坤，少資料但係又多多要求。唔單止課程內容係環環相扣啦，問題都係環環相扣嘅喎。如果我哋唔小心粗心大意抄錯數，就會發生一個一步錯步步錯嘅悲劇，真係成日令我好頭痛啦。唉，大件事啦！聽完兩位同學咁樣講，睇嚟 BA 呢一科真係好難喎。咁喺關於學習呢一方面，吳 Sir， 我有個朋友想介紹俾你識，佢個名叫呢寶子，冇錯。我會善用一啲唔同嘅小工具去幫助學習。相信讀 BAFS 嘅同學都知道呢一個學科裏邊有唔同嘅財務報表格式，同埋複雜嘅會計交易關係等。咁我就會將呢一啲嘅交易關係同埋表格嘅格式一通通寫喺呢簿紙裏邊，再貼喺我間房嘅當眼處。咁每一次我見到呢簿紙嘅時候，我就可以記翻起呢啲唔同嘅表格格式同埋會計交易。除此之外，我亦都會用唔同嘅口訣幫助自己去增強對呢啲唔同會計交易嘅處理方法嘅記憶。相信吳 Sir 嘅學生都對吳老師嘅四字真言非常之唔陌生，例如價低者得等等嘅四字真言都幫助我熟到呢啲嘅交易關係。梁軒都分享咗幾個佢嘅學習方法啦。咁對我嚟講呢，我最好嘅解決方法就係多啲去問自己身邊人喎。當我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就會嘗試問下身邊人，幫助我哋培養一個多角度思考。有陣時我哋做題可能會被困喺一個角度，唔知點解包唔到數，但其實係因為我哋一時心急，忽略咗一啲細節位。我哋不妨可以問下自己身邊人，以不同角度探討問題，走出困境。其實通過老師同埋同學嘅交流，可以令到我哋開闊思想。咁大家唔使驚同老師或者同學問問題會係一件好尷尬嘅事情喎。相反，無論係老師定同學都會十分歡迎我哋去問佢問題，佢哋亦都會好熱心咁樣回答我哋嘅問題，達到一個互相學習嘅目的。咁讀咗咁耐 BAFS， 我都有少少嘅心得。讀 BAFS 係需要按部就班，聚沙成塔。就如我之前所講，每一課嘅內容都係環環相扣，對呢一個學科就好似起樓咁樣，要打好個地基，要學習好最基本嘅知識，先可以向上發展，從而起2樓、3樓、4樓。如果連最基本嘅地基都打唔好，咁你棟樓分分可能變成一棟危樓，最嚴重啲，你棟樓可能會冧㗎。加上讀 BAFS 需要心思細密、行事謹慎。讀呢一科就好似玩緊偵探遊戲，要抽絲剝繭，唔可以錯過每一個嘅細節同埋線索，最尾先可以揾到正確嘅答案。同埋呢 BFS 嘅會計部分係會教我哋點去睇一間公司嘅支出同埋收入狀況。有啲公司呢，可能為咗吸引更多投資者投資嘅公司啦，會誇大自己公司嘅淨利潤，以達到一個籌集更多資金去發展公司嘅目的。咁我讀 BFS 就會培養一個批判性思維，幫助我哋學習啦。其實唔單止 BFS 需要用到，我哋日常生活中更應該活學活用。當今時代，隨住互聯網同埋科技嘅發達，信息量巨大，同埋質量都參差不齊。我哋唔應該盲目相信網上流傳嘅主要觀點，而係要通過自己理性分析、形成判斷，探究是否具有真實性。更唔應該胡亂相信網上流傳嘅謠言，培養一個獨自思考嘅能力。聽完兩位同學分享之後，我就放心晒啦。雖然呢科聽落去好似好難咁，但係兩位同學都建立到自己嘅一啲學習嘅風格同埋學習嘅模式去學習呢一科嘅。咁而放翻喺宏觀啲去睇我哋 BFS 呢一科入邊，又點喺課堂入邊咧去照顧唔同學生嘅學習需要同埋學習風格呢？
咁其實我哋呢一科都適當運用咗唔同嘅教學策略同埋一啲適當嘅調適咧，去幫助唔同嘅同學咧學習我哋呢一科嘅知識嘅。譬如喺時間允許嘅情況底下，我哋都會進行一啲小組討論啦，令到同學與同學之間可以做一啲交流啦。去激發佢哋之間咧去思考一啲譬如可能新學嘅知識啊，或者個抽象嘅概念嘅。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盡量咧希望可以用到啲日常生活嘅例子，去將一啲抽象嘅知識咧係聯繫同學嘅日常嘅生活嘅。譬如最近中午咧都教咗一個課題係叫做 Goodwill 相遇呢個概念啦。咁而當中我都用咗咧就係用麥當勞做例子，去幫助同學去了解一個複雜嘅概念嘅。另外咧，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咧就係朋輩與朋輩之間嘅互相學習嘅。譬如我哋都會選取翻一啲好嘅作品呢，即係功課或者測驗嘅一啲好嘅例子，去同全班同學做一個分享啦。希望同學可以互相學習嘅。咁但係有好嘅教材都有反面教材嘅。不過反面教材呢，我唔使喺度展示俾大家睇啦，因為你都驚嗰啲同學你會覺得尷尬嘅。咁最後啦，其實咧以上運用嗰啲教學策略或者教學嘅調適都有一定嘅成效嘅。譬如頭先同學都有分享到啦，其實唔同嘅做法都可以啟發到佢哋有多角度嘅思考啦。另外就係我哋講到話啱啱可以用一啲唔同嘅生活例子，或者去將個概念去將個抽象嘅概念去簡化佢，咁令到咧同學更加去容易掌握我哋呢一科嘅一個學科知識嘅。咁而其實長遠而言咧，其實都可以做到以強大弱啦，即係班上面都可以建立一個良好嘅學習氣氛，全班同學都係好有心機去學呢一科嘅。咁總括而言啦，咁其實我覺得教學係相長嘅。咁其實我哋無論係老師嘅身份嘅學生咧，都係要互相去幫助啦，同埋係互相去成長嘅。咁所以其實頭先兩位同學都各自分別分享咗一啲佢自己嘅一啲學習 BFS 呢一科嘅一啲心得啊或者睇法嘅。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得出就係其實每個同學都有自己一啲學習方法或者學習風格。作為老師，其實我哋係冇一刀切嘅一個教學方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要適當地去運用唔同嘅方法去幫助唔同嘅學生啦。咁而其實最終極嘅目標就係希望協助同學咧可以建立對學習呢一科嘅信心咧同埋興趣嘅。咁最後都想分享一句説話俾大家啦。咁如果中2至中5嘅同學，如果你舊年有聽我嘅分享，我都送咗一句説話俾大家，就係 Be a fantastic students 啦。咁今年就送另一句咧，就係 Be a fabulous students 啦。希望各位同學無論喺唔係淨係我呢一科嘅，喺其他學科上邊你都可以發揮你嘅所長啦，同你嘅老師主動去多啲交流，去建立唔同嘅一啲教學同埋學習嘅方法出嚟，最繼而咧就可以令到你即係喺成績上面咧都可以有所提升同埋進步啦。咁最後咧 UT 都臨近啦，都祝願大家咧可以考取個佳績。咁我哋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